3年。日轩，我不记得，我们有需要刀剑相向的理由。你杀人如麻，自然是不记得你曾经杀害过一个名叫秦涛的将军。你所见的未必是你以为的真相。丫头，该起床吃饭了。丫头，该起床吃饭了。懒丫头，快起来吃早饭。快点起来呀！今天有你爱吃的玉米饼。丫头，还没睡醒呢。丫头，醒醒，起床啦！醒醒，可算是醒了你。来，总算是醒啦。来，你伤还没痊愈，我来帮你。姚碧，谢谢你。嗨，你是说这个呀？哎，我从小呀照顾别人照顾惯了。再说了，我小时候也算是自己把自己照顾大的，所以照顾起别人来啊是格外的得心应手。走吧，咱们去吃饭去。来，好吃的来喽！来，这是八宝粥。怎么样，香吧？香。我们太乙山的厨子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否则我早把他们拖出去斩了。你笑了，你可算是笑了。你快吃，等过些日子你就可以吃肉食了，还有新鲜的蔬菜，这样才可以把自己养得漂漂亮亮、白白嫩嫩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玉米饼，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。不过可惜还是没有我娘亲做的好吃。我娘做的玉米饼，太乙山上的所有人都可喜欢吃了。不过我的也很可口啊，师兄弟们也都爱吃的不得了呢。你身体感觉好些了吗？多谢姑姑关心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记住，七诀是无赦师兄的一门独创心法，其实他也是有顾虑的。所谓人，人性、人情、人心，缺一不可。如若全部抛弃，即不能成为一个人。这也是七诀原本的悖论。月亮花种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有5个月圆之夜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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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妹妹是我啊，开门啊！妹妹，你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，哥哥们很担心你啊。七哥，我没事儿，只是想独自待一会儿，你们回去吧。妹妹，你要是再不开门，哥哥可就把这门给废了啊！哎，你们倒是想想办法呀！二哥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进去给妹妹把脉啊！妹妹只是心情不好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二哥吩咐我把煮好的补品给冉冉拿过来，我得去看看，我先走了。快去吧，快去！妹妹，今天哥哥要审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犯人，一起来吧。大哥，你公事繁多，不如先去忙，等忙完回来再来看妹妹。这里自是由我们兄弟照看。妹妹心情怎么这么差呢？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一定要多陪陪妹妹。好。妹妹是不是还是不想嫁人啊？那是当然啊，妹妹肯定不想嫁给秦朗，一定是秦朗逼迫她了。小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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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师妹！哎呀，想不到我岳峰还能有被你们几个让道的一天呢。哼，要不是因为妹妹心情不好，你以为我们几个能让你进苏府？哼，有本事别请我来呀！你，好，你现在就走，走啊！我找我小师妹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小师妹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她亲哥哥，亲的。亲哥哥呀，他亲哥哥多了去了，又不止你一个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句！七哥，别动手！哎，小师妹妹出来了。你们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个书、绣个花啊？啊，你会吗？咱们妹妹什么时候对啊，我们怎么不知道绣花了呀？哎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谁都不许吵我，对，我要好好看书。是，看书。有时间的话呢，会给你们一人绣一个荷包。所以现在你们赶紧走吧，不要管我了。既然妹妹想给哥哥们绣荷包，自然是件高兴事。不如我们都先回去各忙各的，等妹妹召唤我们再来。我不走，妹妹，七哥留下来陪着你。去，走吧，走了。七哥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再见，你别拉我呀，把那个家伙也带走啊！凭什么让他陪妹妹啊？小师妹，怎么今天这么低落呢？九师兄，我答应嫁给秦朗了。什么？你答应嫁给秦朗了？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怎么能嫁给他呢？说，你们家是不是缺钱了？你九师兄我有的是钱，有什么事情九师兄帮你解决。钱能帮我忘了他吗？啊？他又是谁呀？九师兄，啊？如果我爱上一个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人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有九师兄在，有九师兄这个大靠山在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你不喜欢那个秦朗，那就不要嫁给他。至于你喜欢的那个人嘛，说，需要多少钱？九师兄帮你搞定他。这个世上有太多求而不得的事情。既然我们走的不是同一个方向，又何必强求呢？小师妹啊，你不能这么悲观呀。九师兄，我会打起精神的。这样才对嘛。来，喝水。
表妹，丞相府和将军府的吉时已经定下来。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你来了。坐吧。好。送给你。不，我不能收。为何？是啊，我都快成为他的妻子了。谢谢。打开看看。我知道你喜欢，特意找人做的。秦朗，谢谢你送我花簪，谢谢你3番2次救我，谢谢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我可否帮你戴上？哎呀，你躲开点儿！我能不能给你点钱，然后你离我远点啊？这是我家，我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。还有，谁稀罕你的钱啊？说吧，需要多少钱？只要我以后见小师妹的时候，你别来烦我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缺钱。你找事儿是不是？那又怎么了？妹妹笑了。苏哥，你能打得过秦朗吗？什么？我要出多少银子，你能打他？怎么，秦朗得罪你了不成？我告诉你，岳老三，秦朗是我妹妹未来的夫婿，怎么还想买凶打人不成？你刚才不是也很讨厌秦朗的吗？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秦朗现在逗我妹妹笑了，那我们便是自己人。我还逗小师妹笑了呢，你怎么不说我是自己人？你又黑又一股埋汰劲儿，怎么跟人家比呀？苏老七，你个娘娘腔！我从小见小师妹都要钻狗洞，这个仇我今天一定要报。谁真的万春就是咬牙不肯说话，我们只好去拷问胭脂铺的掌柜。塞到狗洞里去！我有钱，我怎么不敢？太好了，你跟我发护！好了，你个死娘娘腔！你怎么总我过去看看。我打不过你，我陪你去。钻狗洞前，我怕你啊！不过苏老七，你家狗洞我钻够了。你自己愿意钻，谁理你啊？我明天就找人把你那堵破墙给拆了。好啊，看我不先把你给拆了！想打架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九师兄，
小师妹妹，哎呦，我说妹妹，你看看你，自打你回府之后，整天都郁郁寡欢的，哥哥们都担心死了。是啊，小师妹，你不开心，九师兄也不开心，还有连带着被这个娘娘腔欺负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九师兄、七哥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，再这么吵下去的话，冉冉可就真的郁郁寡欢了。小师妹不要郁郁寡欢，九师兄赔罪。算你识相。七哥，好了，都听妹妹的，让开。哎，妹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这2天都让哥哥担心死了。七哥，对不起，害得你担心。不过以后不会啦。待会儿啊，跟哥哥做2件新衣裳去，啊。冉，你还小，再舍不得，女儿也是要嫁人的。可是，哪怕只1天啊，再晚1天，再晚1天也是好的嘛。最起码是个能让你女儿笑的人，咱们没看走眼。你们干嘛靠得那么近？不知道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吗？我跟我妹妹在一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她是我的小师妹。小师妹有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岳峰，那狗洞我给你留着。我有钱，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可以拆墙。嘿，你再说一句。好了，别吵了。行了。冉冉没了你。我在这里等你出来。好。孤枕遥看枝头半残月，泊在水中独留一生缘。一向昙花，春宵短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。多少遗憾，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若等得冬去，或盼得春来。表哥，您今天想要听什么曲子？你定做就好。好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一乱，或摇花一乱。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返，昨日少年着青山。表哥，擦擦汗。好。表妹，
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是。七绝即绝嗔、绝痴、绝惰、绝色、绝贪、绝思、绝妒，摒弃掉人性的阴暗，沉心思虑，断绝烦念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要练七绝？报仇。错了，要断绝烦念，绝嗔，绝痴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